社民連同埋公民黨發動5區總辭，變相公投，目的係否決一個唔民主嘅政改方案，將政改嘅發展決定權還翻俾香港市民。我哋而家5個議員已經辭咗職，正等待緊補選嘅安排，俾市民進行一個表態。其實香港市民喺80年代開始已經爭取民主，當時港英嘅政府同香港人討論政制發展嘅方案，希望逐步邁向民主。但係97年回歸之後，雖然話港人治港，但係完全係由中央話事嘅。雖然我哋過去咁多年以嚟用咗唔同嘅方法，包括簽名運動、絕食，甚至乎遊行，去表達我哋嘅民主嘅訴求，但係中央政府依然係置諸不理。最初又話07、08年可以有普選，但係到今日連2017年同埋2020年嘅普選都係未能夠實現同埋落實。可以話變相公投呢一個嘅運動係不得已而為之。而家坊間對5區公投仍然未了解，早前嘅民意調查更加係顯示，大部分嘅市民對所謂5區公投嘅運動未表認同。早前中央政府更係同保皇黨聯手，指責辭職嘅議員搞港獨、搞武裝起義，同中央政府作對。但好明顯，呢啲係斷章取義，將和平爭取民主公義嘅行為扭曲成為暴力。我哋堅持認為5區公投並唔係武裝革命。市民有邊一種爭取民主嘅方法，比市民走去投票站更加和平、更加理性啊？有人指責5區公投浪費公帑，但我哋相信平均每一個香港市民只係嘥20蚊，換取一個廢除功能組別、爭取全面補選嘅表態，係完全合乎成本效益，完全值得嘅。保皇黨話補選並唔係公投，但係而家又以呢個公投嘅理由去杯葛我哋個補選，實際上係自相矛盾，目的只係服膺於阿爺嘅口吻，鬼卒嘅面貌表露無遺。有人話5區公投係違反基本法，但係違反基本法邊一條嘅條文呢？亦都有人話佢違反基本法嘅精神。究竟基本法嘅精神係啲乜嘢呢？基本法唔係一條清清楚楚嘅成文法嚟嘅咩？日本嘅作家村上春樹曾經咁講過：以卵擊石嘅時候，喺高大堅硬嘅牆同埋雞蛋之間，我哋永遠站喺雞蛋嗰邊。無論高牆係幾咁正確，雞蛋係幾咁錯誤，我哋都係企喺雞蛋嗰邊。5區公投嘅運動，誰是誰非，時間歷史自有公論。我喺度懇切咁呼籲對5區公投運動嘅成效存疑嘅香港市民，就算你哋認為我哋嘅策略上邊幾咁錯誤，喺即將舉行嘅補選，走到去投票站，投下你理智嘅一票，為民主嘅一票，表達香港人爭取民主嘅意願，為民主發聲，為民主出力。